你有冇諗過，武聖關羽，一個千百年嚟俾人尊崇嘅傳奇人物，佢嘅俠義之心係點樣萌芽？原來，佢少年時曾經目睹過一幕極其震撼嘅場面，徹底改寫咗佢嘅命運。究竟係咩事令佢立志為民除害？呢個古老嘅故事，將揭開你對關羽嘅所有認知。時間回到公元175年，喺山西解縣呢個地方，當時嘅社會動盪不安，地方豪強橫行無忌，佢哋仗住財勢同埋權力，巧取豪奪，任意欺壓善良百姓，搞到怨聲載道，民不聊生。街頭巷尾都係百姓嘅苦難同無奈嘅嘆息聲。年少嘅關羽，日日都將呢啲不公義睇在眼內，心中嘅憤怒同不甘日益積聚。呢個情景深深烙印喺關羽嘅心中，尤其係見到無辜百姓被任意踐踏，佢再都忍唔住。嗰一刻，佢心中俠義嘅種子被徹底點燃，明白到如果社會冇人挺身而出，正義就永遠都唔會得到伸張。呢次刻骨銘心嘅經歷，成為咗佢日後叱咤風雲，為世間立下不朽功勳嘅重要開端。武聖關羽嘅傳奇，就係由呢個不公義嘅年代，同佢奮起反抗嘅決心開始。